路德記第3章，那俄米為着路德找歸屬。路德個大家那俄米甲伊講：查某囝啊，我應該為着你找一個好個歸屬，互你有家己個家。你會記得無？甲你做伙做工遐個女工個頭家波阿斯是咱個親情。我甲你講，今暝伊會佇五穀場抹大馬，你着洗身軀、抹芳油、穿水衫，然後落去五穀場。毋過迄個人食飽啉煞以前，毋通互伊認着。伊倒落去困個時，着看清楚伊倒個所在，然後挖去，掀開伊坎骹個外袍，倒佇伊身邊。伊會甲你講你着做個事。路德應伊講：你甲我講個，我攏會去做。伊就落去五穀場，照大家所吩咐個一切去做。波阿斯食飽啉煞，感覺真爽快，就去倒佇馬堆邊。路德就踮骹去，掀開伊坎骹個外袍，倒佇伊個身邊。半暝，波阿斯翻身，看到一個查某人倒佇骹邊，着一驚。伊問講：你是啥人？伊應講：我是你個女婢路德，請你用外衫來蓋你個女婢，指引我，因為你是阮個至親，有義務延續阮個世系。伊講：查某囝，願你得到上主個祝福。你現在所表現的忠誠，比以前閣較大。無論善車還是好野的少年人，你攏無甲因行。但我的查某囝，免煩惱，你所講的，我攏會替你做，因為全城的人攏知你是好德行的查某人。我確實是你的至親，有義務延續你的世系。毋過有一個比我甲恁閣較親。今暝你留踮遮等天光，伊若要對你盡義務，真好，互伊盡。伊若毋，我記用我的上主咒詛，我一定會盡義務。你踮遮困到天光。路德就佇伊的骹邊困到天曝光。佇人面還認袂清楚以前，路德就起來，因為波阿斯有講，毋通互人知有查某人來五穀場。波阿斯講：甲你的披肩摕來，剃互開，伊就剃開。波阿斯讓約20公斤的大馬，囥佇路德的肩頭頂，伊就入城。路德來到伊個大家遐，那俄米問伊講：查某囝啊，代志啥款？路德就將迄個人對伊所做的一切攏甲伊講。路德講：迄個人甲我講，你毋通空手轉去恁大家遐，伊有互我指20公斤大馬。那俄米就講：查某囝啊，等看代志安怎發展。今仔日代志若無辦好勢，迄個人一定袂安心。